除咗變臉之外，保齡球校隊都係比較特別嘅項目。係咁，佢哋參加咗暫時呢個係新界中學校際保齡球比賽嘅團體冠軍啦，同埋個人嘅冠亞季同埋第六、第八名，仲有個人嘅一局最高分。同學仔加入保齡球隊之後，有冇啲咩改變呢？除咗佢哋保齡球嘅技術上面有進步之外啦，咁佢哋性格方面都好大進步嘅，因為佢哋可能有陣時會比較偏激啦，有啲負面啦。咁接觸咗保齡球之後咧，其實佢哋個心態上面都好咗好多，好正面嘅。而家面對好多困難咧，都勇於挑戰嘅。同學仔，你哋參加過咁多比賽，覺得喺賽場上最難克服嘅係啲咩呢？最難克服嘅可能係自己比緊賽時候嘅心態咯，因為可能有時候唔會好順咯，打比賽嘅時候，即係可能會有啲自己突然之間覺得困難嘅位啊，即係輸如果心態上嗰邊調整翻嘅話，係可以令到自己比賽打得好啲咁樣。我都係一樣啦，都係比賽嘅時候咧，都會有出現狀態唔好嘅時候，個心態就會真係好差啦，就會我通常都會自己坐喺度靜下啦，然之後諗下自己要做啲咩，之後做翻好個動作啊，所有嘢。你哋覺得學咗保齡球之後有啲咩收穫呢？最多收穫就係打波嘅經驗，同埋都係練到個心態。由開始係打唔到波就開始氣餒啦，但係去到依家都會去堅持同埋，直到完到比賽。收穫最多可能就係因為每次比賽都會遇到啲唔同嘅情況啦，所以每次遇到困難嘅時候，可能嗰刻係未可以做到最快調整到，但係當打完之後，我就會知道原來遇到咁嘅情況係應該作出咩改變，所以下次就一遇到呢啲情況就可以即時調整到，令自己成績會更加好。學校好鼓勵同學仔去參加校外比賽，其實係有特別嘅原因。我覺得最重要係要經歷失敗，因為好多時好多學生講起比賽會係諗贏同埋輸，咁但係有陣時同學都會諗輸一次，下次再嚟過啦。但係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喺世界出邊仲有好多人，佢哋係要經歷屢次嘅失敗，佢哋先知道呢個世界嘅運作咯，並唔係失敗等於成功。咁呢個都係我好想學生經歷嘅嘢。咁最初其實佢哋係唔中意參加比賽，因為冇獎喎，Sir，咁唔參加啦。咁啊，其實一兩次，其實3次已經盡頭噶啦。咁但係你要鼓勵佢咯。咁我同同事就一齊我哋會一齊參加比賽，我哋老師都一齊玩，咁你鼓勵翻佢哋一齊參加咧會。梁老師，視藝科嘅同學仔，佢哋參加校外比賽嘅成績如何呢？余曉芬同學咧，其實參加過葵青區水墨畫公開組嘅季軍嘅。咁另外佢仲參加過香港青少年建築繪畫大賽，咁個成績都幾好嘅。其實同學仔，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得獎作品嘅理念呢？咁嗰陣時我就畫咗千鶴啦，同埋有啲舊時代嘅一啲建築，同埋新時代嘅建築。譬如我哋舊時代可能係一啲嶺南派嘅一啲建築嘅風格啦，同埋現時嘅就係一啲圓形嘅建築。因為嗰陣時我有做過類似嘅研究，就係關於圓喺中國文化當中係一個好有涵義嘅。譬如可能佢代表一個團圓啦，甚至乎有一啲好好嘅寓言嘅，同埋喺香港或者喺國內嘅一啲文化建築當中啦，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啲圓形建築，所以當時我就畫咗一啲唔同嘅設計喺當中，用仙鶴咧去由古帶到去現今嘅一個飛墜嘅一個演變，係啦。另外一位同學仔，你都參加咗一個國際比賽，可唔可以講下呢？咁我前排喺巴洛克藝術獎嗰度嘅全球決賽拎咗金獎啊！咁我覺得佢呢個比賽本身佢係冇俾到一個冇俾到一個題目我嘅，咁就係即係自由創作嘅。咁我就當刻就想用我自己平時畫得最多，而且都係好表達到我自己嘅一個形象去展現俾人睇啦。咁我就揀咗跳芭蕾舞呢樣嘢去畫俾人睇我呢個人嘅呢個
感覺，同埋帶俾人可能我喺跳舞嘅時候會有啲咩感受啊，喺一個舞室裏面我平時可能有啲咩會做啊，就攞呢一幅畫去展現俾唔同嘅人去欣賞咯。咁你哋嚟緊有冇啲咩比賽想挑戰下呢？我想更加多嘅係現場比賽當中可以見到更加多嘅前輩，因為水墨畫好多時候依家喺香港年輕嘅人呢係好少嘅，但我知道都係好多人，但係真正出到嚟大家一齊比賽，甚至乎一齊傾嘅咧好少，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大型嘅比賽可以集齊咁多個水墨畫、國畫嘅愛好者咧，我將會覺得呢個比賽將會係令到我成長最大，同埋可以見到更加對手，令到自己增長知識嘅地方，係啦。咁我覺得比賽係一種可以俾時間自己真係有機會去畫畫啦，所以我之後可能都會想參加翻啲真係冇特定題目嘅一啲比賽啦。咁可能去到之後，到我真係可能喺生活裏面迷失咗自己都好，我可能可以透過翻一啲繪畫嘅比賽，俾翻少少時間我自己靜下個心，然之後去做翻啲自己真係有興趣或者係自己真係想做嘅嘢，去令到自己唔好咁迷失咗喺呢個生活裏面啊。視藝科嘅同學仔都係以個人創作為主，但話劇團就會係一大班同學仔一齊去創作。咁今年咧同學仔咧就參加咗香港校際戲劇節嘅，咁而好彩啦，佢哋咧喺6個獎裏邊咧都攞咗5個獎㗎喎。咁第一咧就係傑出合作獎啦、傑出整體表現獎啦、傑出舞台效果獎啦。咁有2位同學咧就攞咗傑出演員獎啦。咁而因為呢套劇咧都係由2位老師啦同埋同學仔咧去共同一齊去執導嘅，咁所以到我哋攞咗呢個嘅傑出導演獎嘅。潘老師，同學仔喺呢一次嘅演出裏面，你覺得佢哋學到啲咩呢？我覺得最開心嘅咧就係其實女仔，你見到女仔多啦，咁女仔多就一定會有最初有啲小圈子啦，亦都有啲係新人啦，有啲係舊人啦。咁兩者之間嘅點樣去磨合咧？我最開心嘅就係睇到佢哋由好似2批好割裂嘅同學，到最後佢哋會因為呢套劇咧去互相幫助啦，喺個角色去揣摩上邊咧，佢哋真係去互相去 support 去支持做得唔好嘅時候，咁可以點樣改善呢？咁呢啲嘅各嘅佢哋之間嗰個互動咧，都係令到我好感動。見到老師咁開心同感動，咁就證明一班同學仔所付出嘅努力係冇白費嘅。1、2、嗱，我就一定咩話4倍，上次打翻我咧，第一個就係搞我嗰個啊，咁你行嘅出嚟啊，我唔落啊，真係咁嘅咩？你學畫㗎？呢個地方你全部都知係你做嘅，你做嘅。同學仔，你哋演出好落力喎，我想問下，你哋創作劇本嘅靈感係點嚟㗎？咁呢個劇本就係好多都係其實有好多我哋唔同成員入邊嘅影子啦，即係我哋係透過我哋自己本身嘅家庭背景啊，或者我哋本身自己嘅經歷啦，咁就去即係我哋想喺呢個故事去講出嚟，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入邊嘅經歷啦。咁所以我哋就想講一個關於家庭嘅劇本，咁所以就衍生咗呢個劇本出嚟咁樣咯。咁譬如話我哋媽咪同埋阿女嗰一幕啦，其實都係一啲我哋來自於我哋自己學生仔我哋同學仔一啲故事同埋一啲經歷改編而成嘅，咁都花咗好多心思呢個劇本，都諗咗好耐，因為呢個劇本係我哋一開始加入呢個社團嘅時候咧，就一齊有一個 share 自己故事嘅環節啦，咁樣再去抽其中1、2個咁樣去集合，即係結合成一個大嘅劇本咁樣咯。喺舞台上表演嘅時候，你哋覺得最難嘅係咩地方呢？我覺得最困難嘅係代入阿晴呢個角色，因為阿晴呢個角色咧係比較多內心戲嘅，個感情咧係比較細膩一啲嘅。而我咧本身咧就係唔係幾識即係表達自己嘅情緒啦，但係即係透過呢個
呢個戲劇當中啦，我去問同學意見啦，亦都有問老師意見啦，就大家去教翻我，原來可以咁樣，即係用肢體啊或者節奏咁樣咧，可以去表達一個情緒出嚟咁樣。咁我就係一啲整咪啊，同埋其實都有啲似係所有嘢都包辦嘅啦，已經係。咁作為一個後台，對於我嚟講，其實係點樣去同班演員去好好咁去合作咯。即係有啲時候可能我要校咪啊，或者點樣，跟住大家都係一個，即係可能唔係好多入到狀態啦，跟住又話可能有啲咪上邊有啲問題啊咁樣啦。咁跟住同佢哋合作嘅時候，其實即係要保持一個好好嘅情緒，跟住仲要去同佢哋溝通，其實我都覺得係一件我需要去學習嘅事咯。咁當然喺呢一次之後，亦都係學識咗點樣去好好去同佢哋講啊，然之後再去令到件事變得更加好，而唔係去發生任何嘅衝突咯。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困難嘅。咁你哋喺呢個過程當中學到啲咩呢？我覺得參加完呢次之後就自信心大咗啦，因為之前一直都唔敢對住好多人講嘢嘅，但今次之後我對住好多人講嘢都唔會話成身震晒啊，唔敢講嘢咁咯。咁我喺度就識到一班 friend 啦。本身咧，入嚟嗰陣同佢哋都唔係好熟，但經過呢個 drama 之後，我就同佢哋 friend 咗啦。開始同佢哋有好多嘅交流。其實搞 drama 係要不停排練啦，不停去 repeat 啦。咁其實都會即係心都會好攰啦。咁之後同埋又要去背劇本啦，又要即係要用自己嘅所有嘅情緒啦，去代入個角色啦，然之後再用翻自己嘅語言啦，情緒再演繹翻出嚟啦。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需要堅持嘅。咁所以就係好開心啦！我哋大家都有堅持到落去啦，所以就獲得呢個咁好嘅成果啦，係。